自2024年10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永恒的公义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耶利米书22章第1节到23章第8节。上主叫我入去犹大王宫，甲坐大必王位的犹大王、官员以及耶路撒冷的人民讲，着注意听上主的话。上主安尼讲：恁着秉公行义，对欺压的人下手，透放受压制的人，毋通虐待，也是用强暴的手段对付外族人、孤儿、寡妇，嘛毋通伫即块土地流无辜的人的血。恁若切实遵守我的命令，坐大必宝座的君王，甲遐个官员，人民就通坐马车，也是骑马，经过城门进入王宫。毋过，恁若无要服从我的命令，我去家己立誓，这宫殿会诚做风波。我上主安尼宣告。对我上主来看，犹大王宫亲像基列，亲像黎巴嫩的山顶遐尼水。毋过我要互伊变做风波，无人徛起。我会派人甲伊毁灭，因为带斧头来挫断遐个片香树做会跳，甲ฮ็落火。会有真侪外族人经过即个城，互相讲来讲去，上主是安怎安尼对待即个大个城？有人会讲，是因为即个城的人违背上主，因为上帝甲因立的约，去服侍敬拜别个神明。犹大人毋免为着已经死去的王哀哭，毋免为着伊悲伤，着为伊的囝约翰斯哀哭，因为约翰斯受掠袂阁转来，袂当阁看到家己的乡土。有关继承伊的老爸约西亚做犹大王的约翰斯，上主安尼讲：伊受掠离开即个所在，永远袂阁转来。伊会死伫受掠去的所在，袂当阁看到即块土地。这人有灾祸啦！伊用无公义的手段去家己的宫殿，用无公道的方法去楼仔厝。伊互家己的同胞做白工，拢无互因工钱。伊讲：我要为家己去关楼大厝，甲厝开窗仔，用片香茶装潢，壁板漆红色。你用片香茶做高贵的宫殿，要表示你比别人较贤做王是无？你的老爸敢毋是秉公行义，一世人享受福气，事事亨通。伊为困苦甲散车的人伸冤，迄时伊事事亨通。这敢毋是因为伊真正捌我？上主安尼讲。毋过你的心目简单看家己的利益，流无辜的人的血，欺负压制人民。所以，针对约西亚的囝犹大王约雅敬，上主安尼讲：无人会为着伊哀伤讲：哎呀，我的兄弟，我的姊妹；无人会为着伊哀哭讲：哎呀，我的主，我的王。伊受埋葬，亲像人伫抬驴仔，互人拖走，迄出去耶路撒冷城外。耶路撒冷的住民啊，着爬上黎巴嫩山大声发，去巴山大声哭，
去摩押的山顶大声喊，甲你结盟的朋友拢受拍败啦。恁早前安定的时，我警告恁，恁拢毋听。恁对少年就安尼毋听我的话。恁的首领会互风吹走，甲恁结盟的朋友会受掠，恁拢会受侮辱，因为恁的所做拢是歹。恁住伫黎巴嫩，伫片有茶起的宫殿，恁掠做安全，灾难一个到，恁会亲像妇人人喙唇痛苦哀哭。上主对约雅敬的囝犹大王约雅斤讲：我要记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虽然你是我正手的手指印，我嘛要甲你拔落来，交互遐个你所惊要杀你的人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军队。我要将你甲你的老母赶去外国，去毋是恁出世的所在。恁会死伫遐，恁真爱倒来，毋过永远袂当倒来。上主阁讲：约雅斤敢毋是亲像一块破碎、无人要点的盘仔？是安怎伊甲伊的囝儿、查某囝拢受迄角流亡伫外地？大地啊，大地！着注意听上主的话，着记一笔，这人无护士，是一生拢无成就的人。伊无后代继承大笔的王位，通继续统治犹大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讲：遐个杀害搁赶散我草场的羊的牧者有灾祸啦！关系遮个着牧养上主子民的牧者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无照顾我的羊，搁甲因赶散，恁着知，我要因为恁的歹行为，甲恁处罚。我要聚集遐个剩落来的羊，对我赶散因去的所在，甲因带倒来，互因生炭搁加添真多。我要派新的牧者牧养因，我的羊群袂搁失胆惊吓，连一只都袂失落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时日得要到，我要互大笔的世系发一支公义的旗，以治国显明，伫即个土地施行公平甲正义，因为伊的执政。犹大要得到解救，以色列人民会当安居乐业，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。上主讲：时日一个到，人咒詛的时，袂阁讲：我记迄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永活的上主咒詛。因要讲：我记迄位带以色列人离开北方的地，离开伊甲因流放去的达国，迄位永活的上主咒詛。因会徛起伫家己的乡土，永恒的公义。面对巴比伦军队即种攻城，耶利米用犹大王室传达最后的警告。这份警告要存在上主对选民的要求，要执行公义的审判，爱先顾念受压迫的人，袂当意图虐待弱势。若无，这片土地就无搁再存留上主对伊选民的顾念。一旦利益关系失效，一切华美的外表拢会受毁灭。伫伊的眼中，拢是枉然。换句话讲，迄是选民家己放弃的权利，毋通要求上主负责。总是上主的恩典甲怜悯，犹原是唯一的出路。先知希望
有耳孔通听的，搁再一遍听见上主的话，回想上主甲因立约的基础是公义、信实、圣洁甲慈爱，这个也是上主监察咱内心的准则。耶利米宣告上主的话，列举犹大国君王的命运，因为因无信靠上主，反倒转用亲像骑枪草的外交讨好邻近强权，毋但无带来任何利益，反倒转是自取灭亡。接续因老爸约西亚做王的约哈斯，伊另外一个名叫做沙龙，后来政权受埃及把持，受掠到埃及。了后，埃及立约哈斯的兄哥以利亚敬做王，甲伊改名约雅敬。约雅敬对内是保证，对外背叛巴比伦，甚至斩杀讲有言的乌利亚。接任约雅敬的是伊的囝约雅斤，伊的名也叫做哥尼雅。因为约雅敬捌背叛巴比伦，因为安尼主前597年，巴比伦攻破犹大了后，掠走约雅斤。这就是犹大国得要面临的终局，也是互耶利米痛心的亲身经历。先知耶利米临终前对以色列人发出证言：恁若敬畏上主，服侍伊，听伊的话，无违背伊的命令，恁甲治理恁的王嘛顺坦上主，恁的上帝，安尼就真好。恁若毋听坦上主的话，违背伊的命令，上主的手会攻击恁，亲像早前攻击恁的祖先相款。犹大国的结局，君王当然责无旁贷，但是守护社会正义，搁较是所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责任。不论是局外人，遐个捌因为无公义的审判受伤害的人，上主将来无袂记得因。虽然上主的选民得要承做别人的奴隶，但是上主甲两边受奴役的经验连结，互无共时空的选民拢体认到，上主的拯救毋是八股的历史，伊是真正带领人行出困境的神，要互人继续撰写成圣的故事。上主阁将为因兴起一位贤君，互人民安居乐业，享受太平。迄位王将称作上主习惯的公义。伫即场必然来到的审判中，无论个人的终局安怎，拢会共同经历上主为公义发出的愤慨。毋望咱也会当经历上主的带领，倚靠上主勇敢活出伊所欢喜的样式，持守公义，因为直到今仔日，上主还伫拯救。默想，我有受上帝挽回的经历无？后来我安怎回应这宝贵的恩典？我有受上帝挽回的经历无？后来我安怎回应这宝贵的恩典？咱来祈祷，我有怜悯慈爱的上帝，感谢你从未离弃过我，互我伫挫折甲试探中，会晓安怎选择你的智慧甲公义。愿你持续使用我，成做你下用的器皿，靠主耶稣的恩典甲性命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